大家，而家大陸嘅超市真係好有諗頭，沃爾瑪居然將爆紅嘅4.0純牛奶做成各式各樣嘅產品，有蛋糕、牛奶饅頭、gelato，甚至係8.0煉奶添，非常吸引。到底食唔食得出嘅呢？而且最近沃爾瑪仲同迪士尼合作，推出咗好多超平反斗奇兵正版限量周邊，咁就一齊尋寶啦！我講嘅尋寶係真實意義上嘅尋寶。一般嚟講，超市應該會將所有4.0產品擺埋同一區，方便啲客去買噶嘛，係咪？沃爾瑪唔係咁嘅，搞到我要喺咁大間超市裏面慢慢揾，仲要揾埋限量嘅周邊，真係又乞人憎又好玩。好彩，一入門呢已經見到第一樣4.0純牛奶軟蛋糕。你睇上面放咗牛奶嘅相噶，15蚊咁大個好似幾抵，標價呢好中意.99咁樣，睇落平啲。然之後要買牛奶，有觀眾話想我試4.0嘅大樽同細樽有冇分別，必須要滿足。咦，過咗流芒季都仲有得買呢款果醬喎，之前特登買嚟拍過片，有興趣可以撳右上角睇返。饅頭同雪糕應該好易揾，冇理由唔喺冷凍區噶嘛，唔去住，最後先拎凍嘢。我哋睇咗反斗奇兵先，買碗碟嘅區域揾到好多反斗奇兵嘅身影，杯仔超得意，10蚊咋。不過咁細個有咩用呢？飯碗都係10蚊，有巴斯光年同盧蘇版。胡迪碟15蚊，幾靚喎。只係認真睇呢，呢一隻有好多瑕疵。另外一隻就好好多，想買嘅話要仔細啲揀。分咗3格嘅餐碟就25蚊。水樽就30蚊。我上網有見到其他款噶。玩具文具區肯定有啦，30蚊3眼仔水槍，感覺可以裝到好多水啊！夾公仔機好 Q 啊！上面勁大個牌寫咗149，價錢係170蚊先啱。翠絲胡迪公仔100蚊，大隻嘅盧蘇同樣都係100蚊。好似最多盧蘇嘅周邊，問好抱枕60蚊，我開頭以為係頸枕嚟嘅，原來係咁樣嘅。電動泡泡機60蚊。喺床品區都有，呢個好過癮，泡泡龍多功能坐墊139蚊，個嘴可以開開閂閂㗎。草莓夾心柚子係新嘢嚟㗎，唔知好唔好食嘅呢？我兜咗2個圈都冇發現到8.0煉奶，問店員先知，原來放咗喺糧油調料區呢度。搵到啦！好，行到攰啦，拎埋饅頭同雪糕就返屋企開箱。雪糕都有好多款，士多啤梨、榴蓮、開心果、焦糖拿鐵，用4.0牛奶做嘅牛奶 gelato，好絕啊！可以唔買咩？Mini 薯條一盒4種口味，27蚊有12支。不過聽人哋講麻麻地，買夠30蚊雪糕薯條會送保溫袋添，又幾貼心。成行冰櫃專門放4.0牛奶饅頭，咁多好有信心喎。開箱時間，喺試其他牛奶製品之前，飲下細樽裝先。好似真係淡啲，都好飲嘅。入口似鮮牛奶，即係要雪嗰啲呢。所以如果覺得1支裝太濃，咁就啱啱好。不過對比起嚟，細樽裝會貴唔少。勝在細樽易 keep。跟住到我最期待嘅 gelato， 20蚊盒4杯，好迷你。其實計返唔平㗎喎，每杯50 gram， 幾乎係一口嘅尺寸。你最好要好驚豔啊！好硬哦。味係唔錯嘅，有食到加咗明密4.0牛奶嘅濃郁奶香，只係雖然冇冰渣，但係同想象中好順滑、好 creamy、黏黏地嘅 gelato 口感爭好遠。而家係好食嘅普通雪糕。饅頭嘅包裝都好靚，一袋有12個，唔使解凍。隔水蒸8到10分鐘，
蒸嘅時候聞到好香奶味，蒸完都唔會話大件咗，就係咁樣細細粒嘅。哎呀，好熱，好食喎，好鬆軟新鮮嘅饅頭，有啲似花卷，甜甜地唔黐牙，有一絲嘅奶香。雖然正常唔會帶饅頭返香港，硬好味都只係饅頭，但係平心而論，以牛奶饅頭嚟講呢，都算打爆。我仲氣炸咗，有油冇油都試過，做完係炸饅頭味道。奇怪嘅係點樣氣炸都唔脆，氣炸得再耐都冇用。呢款唔推薦亂嚟，直接蒸嚟食就最正。跟住我哋用4.0嘅饅頭點8.0嘅煉奶，標明配料表僅3樣。誒，原來冇加到4.0牛奶嘅，成分係生牛乳、砂糖同乳糖。質地味道都同平時嘅差唔多，冇感受到奶味有特別濃厚，就係再甜啲、確喉啲。睇翻我本身用嗰款都係3樣材料，加上由細食到大嘅情懷，個人都係比較中意雀巢多啲。罐裝煉奶開封之後唔可以喺罐裝保存，要倒出嚟包好冷藏去 keep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算係常識。咁你又知唔知道寫住開封之後要5日裏面食晒佢？邊有人可以5日食晒呢一罐鹽糖尿病嘅呢？所以我一般都會用超過5日。保存方面當然要上心啲，分裝，食完1盒先去開第2盒，用乾淨嘅羹去滗，減少接觸同溫差。如果用得少都係買翻支裝啦。最後壓軸係4.0純牛奶軟蛋糕，寫咗不加1滴水，每個都有用4.0牛奶同5隻雞蛋去整，但個配料表都幾長下，好靚啊，個賣相好正。古早味蛋糕嘅口感，愛情嘅蛋糕皮幾香，整體好軟熟，微微濕潤，回彈力十足。話係低糖，我又覺得算係正常嘅甜度，夠甜噶啦。唯二嘅缺點係蛋香味淡咗啲，同埋有輕微嘅香精味。既然有4件，試下氣炸同雪凍佢。氣炸180度3分鐘，完美啊！外脆內軟，微暖，好似新鮮出爐咁，成個蛋糕都升華咗。蛋味再重啲，亦都會再甜啲。可惜嘅係香精味仍然喺度，搞到好食得嚟，硬係有啲似包裝蛋糕。雪咗之後，凍凍地都唔錯，尤其啱夏天。稍稍冇咁輕盈軟熟，但味道有變高級。買咗嘅話，我都好推薦試下氣炸同雪起佢。一個蛋糕可以試到幾種風味。食完咁多之後，懶人都要改名叫奶人啦。如果大家仲有啲咩沃爾瑪產品想我試，記得留言話俾我知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。